有灾难的时节，日本人看到许多台湾人的爱心同温暖，许多人都希望是得请一份心力来探索。许多客家乡亲也同样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还有客家乡亲都捐了200万。面孔总系小面，对人亲切又温柔，其实热心出名，总系无私奉献，人喊嘅千妈咪。做之後假設紅日安當年，為了愛心捐錢夾擺，禮拜看到闺女受到安泰嘅天災，記者當佢嘅捐出錢來。好在一點細心了吼，希望講就得幫助那裡再去嘅同胞吼，重建佢哋嘅家園。辦物資無是愛心，成為天數南浦在起嘅民眾，還有兩群後生人，就連在起上片嘅政府，把握表亮嘅事業，為在起復現愛心。我們看到這個照片都有如此的感觸，我想我們南部的災區的朋友們，他們在見到這樣的一個場景的時候，我想應該是非常的難過的。我本身我也自己自掏腰包贊助20萬，來做一個拋磚引玉的工作。提供媒體報道風采，民眾真心感受，然後大家將想法變作行動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識別所有關心災民嘅力量。就算只係細細嘅一份心力，都希望做得將災起當日嘅個恢復過來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